传俗咧讲啊，惊某大丈夫，拍某猪狗牛，惊某绝对袂使。但是亏某我查过啊，无犯法。即届我写课本的时阵，阮老师问我一个问题：你若是讲吼用一项物件来形容恁某，你会想到啥？阮某就亲像这组喇叭，对演员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安怎讲？大概我咧表演的时阵，伊拢会伫边啊，甲我支持，我足感谢的。阮某就亲像这组喇叭，徛伫遐拢袂晓摇涂骹。哦，足敢讲的哦。阮某就像这组喇叭共款，你唔管哇细声甲伊讲道理，伊永远比你较大声。哦。阮某就亲像这组喇叭，定伫遐，来甲你看啊。哦。哦，等于有你的啦。你歹啊，你歹啊。其实吼，我最爱算喇叭的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最爱算音响的。一天啊，我某啊气噗噗，哈，你听音响的时间比听我讲话的时间较长。我讲无啦，啊音响放迄我无介意听的歌，我会当甲转无声啊。啊你我袂使啊。